哇，对，会地话啊，会啊，会地。爸别打那么丢了，妈，对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是的，二人哥打开这个，二的对吧？这有地方的，对吧？不是嘞，俺们没批发的喏。你忽悠了，俺们都咋了呢？俺们苗个了嘛，都一点也不细的吧？就是不让的，真快的。这样没定价，这样说，在哪里出来的定价？最近呢，这哪儿员工嘛的呀吧呢？这个工厂里工人的时间，俺俩真的，俺俩平时吃不呢，俺俩有时候理解呀吧呢。给说了，你不就这样的老板的，其实别人是把俺们这个不就的。咱也是赚了，知道？提大家知道妈带你现在白开大平3年。为某个真不大的罗对了，的罗，这罗嘛你看，我这罗这罗，我这罗比是对了，比你奶奶有收过呀，不是呀，不是，我妈妈面。Bien, ya vamos a